我叫黃海權，今年已經19歲，年紀大咗，可能有啲嘢記得冇咁清楚，但係耳邊仍然徘徊住06年嘅夏天，林姑離然之際所講嘅幾句說話，要睇到年輕人嘅成長，要睇到年輕人嘅改變，要睇到5年後嘅年輕人。當日佢幾個挑戰，大多數都做到。眨下眼有4年，場景嘅變化好似好多，又好似冇乜點變過。冇咗一啲頹廢嘅鹹魚，反而多咗啲追求夢想嘅年輕人。以前同團友去嘅衛理園，亦都逐漸轉咗冇去，變咗去舒適嘅北潭涌。從前十下嘅團友，好多都已經踏出咗。今日睇返自己，好可惜，我睇到嘅係軟弱。遇到挑戰嘅時候，我哋仍然會拗低跑屈機。但我從來都未懷疑過，亦都冇放棄過，因為陪我行嘅上帝一定會為我安排最好嘅一切。林姑曾經講過，你有冇吉士去踏出呢一步呢？只要聽到上帝嘅呼召，相信上帝嘅能力，我知道夢想係可以實現嘅。